今日开始有锋面通过，加上大陆冷气团入南，北部、东北部天气成寒冷。气象署预估这阵冷气团上界明显的时间点是拜三到拜四透早，在北部较空旷所在可能会出现10度的低温。虽然这锋面经过金门马祖地区已经无大雾啊，不过这拜六礼拜因为大雾无法度坐飞轮机的旅客，到单约个伫咧机场排队等要坐飞轮机。 金门上期机场18过中到1万有真侪旅客候补，就把大雾影响航班大乱，总算等到拜二无线去正常起工，航空站马上协调国际航空业者加班收分。等了24小时了24小时等一整天。昨天来了，超过了。我是从昨天就等，但是昨天飞机停飞，所以我们就去住那个民宿，早上一早又来。 大台北18早起1万有一头，暗过已经凉冷的感受。为着方便通过，率去大陆冷气团入南，各地气温大大下降。拜二方面经过，水汽收大，一天一天变冷。拜三到拜四是上低点。我们预估气温最低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到星期四的清晨。中部以北，宜兰花莲最低温大概是11度到14度左右。 南部跟台东的最低温大概是15度到18度。拜四2时开始，大陆冷气团减少气温大大回，暗过各地透早1万是明显偏凉。环境部表示，拜这冷空气会搁带境外污染物，尤其中南部地方尾污染物较会立即。分家南高屏空品拢到甘蔗顶级。拜四开始，中华到分家南沿海地区因为风速增强，可能引起地表熔尘现象，空品甲能见度拢受影响。 加上本地污染相对的一直持续的累积，所以就是未来这一两个礼拜，恐怕就是空品是时好时坏，那坏的机会是比较多的。专家分析，虽然方面带来水汽和北部空品小可改善，暗过春天天气变化真紧，受风尘影响，常常扩散条件不好。这2礼拜来感受较寒，空气品质也无稳定，敏感族群出外都要较细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